大家好，我係關愛社區藥房嘅藥劑師 Betty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濕疹。濕疹最折磨人嘅咧就係無止境嘅痕。痕咧係一定要處理嘅，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跌落一個惡性嘅循環。痕就會一定拗就會拗損，就會令個皮膚嘅屏障咧受到破損，變得更乾、更脆弱、更痕。有冇辦法可以打破呢個循環嘅咧？其實係有嘅喎。當你可以克服唔拗21日咧，你就可以開始遠離濕疹噶啦。21日係皮膚嘅更新週期嚟嘅，你唔拗唔破壞佢，配合基本嘅保濕，靚嘅健康嘅新皮膚就會慢慢生出嚟嘅。當皮膚嘅屏障變好咗，自然就唔會咁痕噶啦。但係呢21日咧就唔係咁容易達得到嘅喎，係需要用冷敷啦、保濕啦、止痕藥膏啦、藥丸啦，甚至乎咧，我哋要諗辦法去分散你嘅注意力，嚟到幫我哋嘅。但係呢21日絕對係一個值得你投資嘅周期嚟嘅。記住，我哋嘅目標唔係唔痕，而係唔拗。今日就試下俾自己一個21日嘅挑戰。如果有需要向你嘅專業藥劑師請教嘅話，歡迎你隨時嚟關愛社區藥房。記住，冷敷輕拍快保濕，既熱既拗既刺激。多謝。